目前根据咱国内这劳工保险条例这个规定呢，消费者物价指数若准累计成长是超过5%的时阵，安尼就爱来调悬劳保的年金。根据这劳保局的资料呢，有计是伫2026年的时阵，会有6个年度这退休的劳工，就会因为这指数是成长率超过5%，所以退休金就会调悬。按算今年5月就会开始调，6月就会立效。过年要到啊，才发现果子、干贝拢起价，尤其是干贝起2成，钱愈来愈薄。为着要保障劳工的退休生活，避免退休金去互通膨食掉，劳保年金有设物价调整机制。根据劳工保险条例规定，消费者物价指数累计成长超过5%的时，就要调悬劳保年金。依照劳保条例的规定，劳保年金，自请领年度起就会计算消费者物价指数的累计成长率，然后当它的累计成长率达到5%的时候，就会依该成长率调整年金给付金额。劳保局指出，照目前的办势来看，2025年物价指数一定会超过5%。如果达标的年度包括2011年、2012、2016、2017、2018和2022年。调悬的关键是消费者物价指数起偌济，年金就调偌济。举例来讲，劳工伫咧2016年退休申请劳保年金，逐个月领2万，因为物价起价，所以伊伫咧2023年的5月一定成长到7.4%，伊就当改领21480块，增加5%以上吼，你就做调整嘛。这是一个好的机制啦。但是咱爱考虑的讲，真正的物价吼，的成长率吼，通常拢比咱吼估价更较悬啦。是咪讲伫经济的增加顶头会使个做提高啦？劳团认为，消费者物价指数是用食、穿、大、交通等7项来平均计算，生活开销拢咧起，民众实际感受到的通膨是会比物价指数的数字更较悬，尤其是伫咧食的钱上济。劳工团体也希望劳保局会当提悬食食的计算比重，较符合实际的状况。记者选林旭凯台北报道。